1994年嘅香港，呢一年距離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過咗足足10年時間，距離香港回歸剩返3年時間。英國嘅殖民統治即將結束，新嘅規則秩序馬上到嚟，成個社會都處於一個權力大洗牌嘅轉折點上，各方勢力暗流湧動。90年代嘅香港其實遠比好多人想象中複雜。我哋今日提到嗰個年代嘅香港，往往會諗起港產片、黃金時代、四大天王、維多利亞港、國際金融中心，仲有霓虹燈下嘅繁華都市。但如果將鏡頭拉到繁華背後，就會發現嗰段時期亦都係香港治安最混亂、社會最焦慮、政治暗流最洶湧嘅一段時期。大家好，我係粵港。呢期影片我哋重返到1994年嘅香港，嚟傾下上世紀90年代香港回歸前到底有幾混亂，香港嘅回歸之路又面臨啲咩艱難險阻。一、經濟與社會壓力。90年代嘅香港經濟表面睇落高度繁榮，但社會內部嘅矛盾就同樣尖銳。中環嘅摩天寫字樓猛咁起，維多利亞港嘅夜景燈火輝煌，股市每日都有財富神話誕生。電影工業一年產量超過100部，各類明星、富豪、商人同投資人活躍喺唔同領域，推動咗一個紙醉金迷嘅黃金時代。港產片嘅繁榮、金融資本嘅膨脹，仲有國際貿易嘅持續增長，令香港喺亞洲甚至全球嘅經濟影響力空前絕後。然而呢種繁榮嘅背後，卻隱藏住巨大嘅社會張力同結構性不平等。香港嘅經濟高速發展，伴隨住明顯嘅貧富懸殊。一邊係住喺山頂豪宅、擁有專職司機同巨額財富嘅超級富豪，佢哋掌握住動不動就數十億甚至上百億港紙嘅財富；另一邊就係住喺狹窄樓房、經濟條件有限嘅普通市民，面對住高昂樓價、生活成本同社會階層固化嘅壓力。呢種差距唔單止體現喺物質層面，亦都體現喺社會機會同資源嘅獲取上。普通市民喺教育、醫療、職業晉升等方面受到制約，而富豪群體就可以透過資本同社會關係進一步鞏固優勢。經濟上嘅呢種懸殊加劇咗社會內部嘅緊張感，亦都令成個城市嘅社會結構呈現出強烈嘅撕裂性。90年代香港嘅社會焦慮仲深受回歸前過渡期嘅政治不確定性影響。1997年主權交接在即，港英政府仍然掌握行政權力，但民眾同商界都好清楚，英國對香港嘅統治已經進入倒數，舊有嘅殖民管治體系逐漸失去權威，政策調整、機構重組同人事變動頻繁發生，令到管理鬆動、執行遲緩成為普遍現象。喺呢種環境下，一啲複雜問題被刻意擱置，甚至留俾即將上任嘅新政府處理，而部分問題仲被故意埋低隱患。喺呢種權力交接嘅特殊時期，社會嘅不確定性被進一步放大，民眾心理壓力同社會焦慮持續上升。此外，香港嘅制度同周邊環境嘅差異亦都放大咗社會緊張感。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對普通市民嚟講，佢哋關心97之後生活、工作同社會保障會唔會受到影響。對商人同資本持有者嚟講，資產安全、企業前景以及商業環境嘅穩定性就係主要考量。結果就係喺回歸前，香港出現一種典型社會現象，部分人繼續高強度投資、消費同拓展經濟活動，而另一部分人就開始為未來留後路，進行資產轉移同規避風險。表面上城市依舊繁華，商鋪林立，夜生活活躍，但喺經濟行為背後隱藏住深層嘅社會焦慮。呢段時期，犯罪同社會經濟狀況密切相關，經濟高速發展帶嚟嘅巨額財富誘惑，加上制度過渡期帶嚟嘅監管空窗期，令犯罪活動呈現上升趨勢。綁架、勒索、暴力衝突等案件頻發，一方面係犯罪分子受社會不平等刺激，另一方面亦都係對制度空隙嘅利用。呢類犯罪唔單止針對富豪，亦都逐步影響到普通市民嘅安全感，進一步加劇社會不穩定。經濟嘅不均衡、財富嘅高度集中，加上未來不確定性嘅心理壓力，為犯罪提供咗滋生嘅溫床，亦都令成個香港社會處於高度緊張嘅狀態。由產業結構嚟睇，金融、航運、電影及娛樂業嘅集中發展，
令到經濟活動高度依賴少數關鍵領域。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商業區集中咗絕大部分金融機構同高端商業活動，而呢啲區域嘅繁榮並冇均衡咁惠及社會各階層。呢種集中化令財富同資源進一步向少數人手中聚集，亦都強化咗社會階層嘅固化效應。喺住房、教育、就業等公共資源方面，普通市民嘅生活壓力持續增加，社會焦慮被結構性問題放大。總括嚟講，90年代嘅香港經濟高度繁榮，但佢社會結構嘅不均衡性、政治權力交接嘅不確定性，以及對未來發展嘅焦慮，令到社會內部呈現出明顯嘅張力同撕裂。經濟誘惑同社會焦慮疊加，促使部分人選擇透過犯罪去謀取利益，而普通民眾就喺焦慮同壓力中維持日常生活。呢種複雜嘅經濟與社會壓力，為香港回歸前嘅社會混亂提供咗深厚嘅背景，亦都為後續嘅悍匪橫行同政治博弈埋下咗伏筆。二、悍匪與犯罪現實。90年代嘅香港經濟嘅繁榮同社會嘅焦慮疊加，為犯罪分子提供咗可乘之機。呢段時期嘅悍匪已經唔再係傳統意義上匿喺暗處嘅小偷小摸，而係公開挑戰法律同社會秩序嘅犯罪群體。佢哋擁有先進嘅火力裝備、精密嘅行動計劃同高度隱蔽嘅作案能力，甚至可以同警方進行正面衝突。香港媒體同警方記錄顯示，90年代出現嘅所謂三大賊王，代表咗呢段時期悍匪嘅最高水準。佢哋嘅作案手法、目標選擇同社會影響力都具有明顯嘅時代特徵。張子強，外號大富豪，係當時最具標誌性嘅犯罪人物之一。佢嘅作案對象多數係香港頂級富豪，作案手法直接而且大膽。根據公開資料，1996年張子強綁架咗李嘉誠嘅大仔李澤鉅，勒索贖金高達10.38億港紙，創下全球綁架案贖金最高紀錄。1997年，佢又綁架新鴻基地產郭氏家族成員郭炳湘，勒索港紙6億元。呢啲案件嘅金額同影響力喺當時社會造成咗極大震動，亦都令香港上層社會對安全感產生咗深刻恐慌。張子強嘅行為唔單止係謀取巨額財富，更體現出悍匪喺制度漏洞同社會不確定性之下敢於挑戰權力嘅特質。另一位典型嘅悍匪係葉繼歡，佢代表咗街頭重火力犯罪嘅極端形式。葉繼歡多次喺公開場合持槍搶劫金鋪、銀行同珠寶店，同警方發生正面交火。佢嘅作案方式高度組織化，具備好強嘅武裝同戰術能力。喺街頭實施搶劫嗰陣，幾乎唔理警方介入嘅風險。據警方檔案顯示，葉繼歡嘅行動中經常攜帶自動步槍同手榴彈，仲會訓練同黨形成小型作戰單元。呢類犯罪行為令香港市民首次直觀感受到一種接近戰爭化嘅城市暴力，亦都令社會治安問題顯得更加緊迫同複雜。第三位知名悍匪係季炳雄，佢就以忍者型犯罪聞名，行蹤隱蔽，作案時間跨度長，仲具備高度嘅反偵查能力。由80年代開始，季炳雄就涉及多宗錶行、金行、持械搶劫案件，仲充分利用香港同內地、澳門嘅邊界差異嚟規避追捕。佢嘅作案特點在於隱蔽而且持久，警方喺多年調查中始終好難完全掌握佢嘅活動軌跡。為咗緝拿佢，警方甚至提高懸賞去到200萬港紙，仲向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季炳雄嘅存在顯示咗香港悍匪唔單止係本地社會問題，仲涉及跨境同國際執法協作嘅複雜性。悍匪嘅猖獗同90年代香港特定嘅社會背景密切相關。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帶嚟嘅巨額財富同社會階層分化，為佢哋提供咗直接目標。另一方面，回歸前嘅權力過渡期令到監管同執法存在空窗期。港英政府喺接近撤離嘅年代，部分政策同行政行動出現鬆動，公共秩序嘅維護難度隨之增加。一啲黑幫集團同悍匪正係利用呢段時期嘅制度、真空同社會焦慮，大規模進行綁架、搶劫、火拼等活動。社會嘅不確定性同心理壓力，令部分犯罪分子抱住回歸前趁最後機會嘅心態去實施高風險行動。呢啲悍匪事件唔單止係刑事案件，更直接暴露咗
90年代香港社會嘅複雜性，綁架、勒索、火拼，唔單止威脅市民安全，亦都加劇咗社會恐慌，同時對商界、警隊同政府形成直接壓力。警方唔單止要處理案件，仲要應付公眾輿論同社會焦慮。歷史檔案顯示，90年代嘅犯罪案件頻繁涉及頂級富豪同關鍵商業資產，呢個令悍匪行為喺社會層面具有深遠嘅象徵意義。佢顯示咗制度漏洞、權力交接期嘅薄弱環節，以及經濟財富高度集中嘅風險。總括嚟睇，90年代香港嘅悍匪活動既係社會經濟高度分化嘅產物，亦係政治權力交接同制度空窗期下嘅必然現象。佢哋嘅存在揭示咗回歸前社會嘅不穩定因素，凸顯咗經濟繁榮同社會治理之間嘅張力。悍匪嘅作案模式、組織能力同跨境活動，為香港警方同社會帶嚟咗前所未有嘅挑戰，亦都為電影、媒體同公眾形成咗90年代香港獨有嘅犯罪印象。呢段時期嘅悍匪現象，成為理解當時香港社會焦慮、權力博弈以及經濟與政治結構關係嘅重要切入點。3. 政治博弈與回歸。如果話悍匪橫行係香港街頭層面嘅混亂，咁回歸前嘅政治博弈就係更深層次嘅矛頭。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喺權力過渡期，為咗保證香港社會唔崩盤、秩序唔受衝擊，中英兩國經過多輪談判，一早就達成咗一套平穩過渡方案，亦即係所謂嘅直通車計劃。簡單嚟講，就係1995年香港選舉產生嘅立法局及各級議會議員，唔使換屆，唔使重組，就可以坐車直達下屆政府，平穩過渡到1997年回歸之後繼續履職。呢套規則係雙方互相妥協、互相讓步換嚟嘅，目的只有一個：穩定，最大程度降低主權交接帶嚟嘅社會陣痛。但邊個都冇諗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之後，冇同中國做任何協商同溝通，直接就拋出咗一套爆炸性嘅政治改革方案。英國人為咗將自己嘅勢力植根香港，打住所謂民主嘅旗號，修改原有嘅政治規則。但問題係，英國此前可從來都冇俾過香港任何民主稿。英國統治香港嘅最高長官叫做港督，喺香港掌握住絕對權力，集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但佢都唔係選出嚟嘅，而係英國直接任命嘅。呢套模式喺香港運行咗150幾年，冇變過。但偏偏喺香港回歸前，英國人馬上就要走啦。呢個時候，你哋開始講民主啦，明顯係冇安好心。彭定康嘅政改方案主要係為咗抬高立法局嘅權力，瓦解香港行政主導嘅管治結構，並借住改制嘅機會，大量安插同扶植親英代理人，把控立法局核心職位。佢哋嘅終極目標係喺1997年回歸之後，令立法會變成牽制特區政府嘅工具，用議會對抗行政，架空特區管治權。就算英國退出香港，都可以匿喺幕後，遠程操控香港政局。關於香港嘅政改問題，由1993年4月到11月，我哋同英國傾咗足足17輪。呢個過程中，我哋俾咗極大嘅誠意，希望將立法權嘅問題先放一放，雙方有商有量。但英國都係一意孤行，而我哋嘅忍讓亦都係有底線嘅，冇可能為咗求穩而無底線咁妥協。既然你英國唔遵守協議，同我哋埋雷，咁就唔好怪我哋推倒重嚟。隨後，中國方面宣布直通車計劃作廢。1995年選出嘅所有議會班底全部都唔算數。香港回歸以後，港英政府遺留嘅全套立法架構、議會體系全部推倒重嚟，特區政府重新建制、重新選舉、重新搭建符合基本法嘅管治體系。呢場鬧得沸沸揚揚嘅政改風波，最終不得不草草收場。從中就可以睇出，英國根本唔係真心誠意接受香港回歸。喺殖民統治嘅最後幾年，佢哋諗嘅係算計、破壞、留後路，喺離開之前埋低一粒計時炸彈，等香港社會永無寧日。除咗公開嘅政治博弈，回歸前嘅香港仲有一條更加隱秘嘅暗線情報滲透戰。我哋頭先講嘅富豪綁架、街頭槍戰、政治拗撬，呢啲嘢都係擺喺明面上嘅，但真正重要嘅嘢往往隱藏喺睇唔見嘅角落。香港嘅地位可唔簡單，佢除咗係亞洲金融中心，仲有一層身份就係遠東情報中心。因為
香港嘅位置太特殊啦，佢緊挨中國內地，又係貿易港口、媒體中心，各國人員往來密集，天然就係一座情報戰場。英國、美國、蘇聯以及各種勢力都曾經將香港當作觀察中國、滲透亞洲、交換情報嘅重要窗口。喺港英時期，香港警察內部有一個非常特殊嘅部門，叫做政治部，英文名叫 Special Branch， 簡稱 SB。佢係英國軍情5處安插喺遠東嘅頂級情報機構。巔峰時期，成員超過1200人，唔歸香港管轄，唔受本地法律約束，只聽命於英國倫敦，權力大到離譜，監控政界，監聽社團，排查異見人士，掌控黑白兩道人脈，滲透政府、警隊、媒體、教育、商界，方方面面係英國維持殖民統治、牢牢捏住香港嘅隱秘利器。到咗回歸前夕，政治部嘅存在就變得非常敏感，普通嘅警署、法院、政府大樓都可以按照程序完成交接，但情報系統唔一樣，佢手裏掌握嘅係線人名單、監聽資料、政治檔案、秘密行動記錄，呢啲嘢都係見唔得光嘅敏感內容。英國人明顯冇可能將佢交俾中國，所以政治部最終喺1995年解散。英方將核心檔案用軍艦運返倫敦，封存銷毀，關鍵證據永不解密。骨幹人員有啲移民英國，有啲就改名換姓，洗白履歷，靜靜雞咁滲透，回流到香港警隊高層同政府公務員體系，繼續為英國從事間諜工作。但其實呢種情報暗戰到咗香港回歸之後都仍然繼續緊。最出名嘅就係禮賓府竊聽事件。禮賓府就係以前香港嘅總督府。2005年，香港第2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準備將特首官邸搬返禮賓府，於是開始對禮賓府進行翻新同維修。但經過檢查，工作人員發現成個府邸內竟然遍佈咗大量嘅竊聽器。呢個消息令特區政府大為震驚，因為禮賓府以前唔係冇被檢查過。喺香港回歸後冇幾耐，我哋就曾經對禮賓府進行過非常仔細嘅地毯式搜查，當時並冇咩異常，所以呢批新發現嘅竊聽器就被調查出係香港回歸之後有潛伏喺內部嘅間諜，每次利用維修保養嘅機會重新秘密安裝嘅。好彩發現得及時。如果我哋嘅特首真係搬到禮賓府辦公，咁特區政府最高層嘅談話行蹤、會議內容甚至私人空間都可能暴露喺某啲睇唔見嘅耳仔面前。呢個場景真係令人細思極恐。由此可見，英國情報嘅觸角從來都冇離開過香港。即使喺1997年之後，英國依然靠住潛伏人員、隱蔽人脈同情報網絡繼續遙控香港局勢。政治改革、製造對立、情報暗裝預留隱患，係英國喺香港回歸前布下嘅政治棋局。而居英權計劃同大規模資本轉移，就係英國人臨走前赤裸裸嘅經濟收割。百年殖民統治令英國喺香港賺到盆滿缽滿，眼睇1997年主權歸還已成定局，英國又打算借住過渡期將香港當成最後嘅提款機，一邊收割社會財富，一邊抽空香港嘅經濟根基。呢個亦都係電影入面英國政要打緊嘅算盤，一邊物色培植可以為英方所用嘅權力傀儡，一邊拉攏潘家呢類一手遮天嘅豪門勢力，謀求97之後繼續維繫合作。1983年，當時中英主權談判正處於僵持階段，英國資本故意散布謠言，大話連篇，話中英談判徹底破裂，香港經濟即將崩潰。謠言一出，全港人心大亂，市民瘋狂到銀行擠提攞錢，港紙匯率斷崖式下跌，股市樓市一片恐慌崩盤。而背後嘅英國資本一早就埋伏好，趁住資產大跌、估值縮水、低價撈底，收購香港地產、金融、實業資產，狠狠咁收割咗一波財富。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1990年，英國又拋出居英權計劃，從香港揀咗5萬個家庭，俾咗英國公民身份。呢啲人可以隨時到英國定居。表面上睇，呢個係英國體恤香港民眾，等大家多一條後路。但實質上，呢個就係一場以國籍換資產嘅交易陷阱。呢個計劃門檻極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冇資格申請。鎖定嘅人群只有幾類：富豪、醫生、律師、工程師等社會精英階層，
而佢哋移民之後就會將名下嘅巨額資產撤離香港，轉移到英國本土。咁樣做唔單止可以完成對香港嘅經濟收割，仲可以為英國綁定商界代理人。呢啲攞咗英國身份、資產放喺英國嘅香港富豪，從此被英國牢牢綁定。香港回歸之後，呢批人亦都會喺商界、輿論、政壇暗中偏向英國，間接干預香港事務。喺香港回歸過渡期，英國刻意放大恐慌情緒，渲染回歸之後香港經濟崩潰嘅論調，進一步加劇咗移民潮同資本外流。據統計，10幾年間近50萬港人選擇移居海外，相當於當時總人口嘅接近8%。隨之外流嘅資產高達1000億港元級別，而精英嘅大量移民又進一步加強咗普通民眾嘅焦慮，導致好多人對香港嘅未來缺乏信心，成個社會被恐慌情緒裹挾。所以到咗90年代，回歸倒數越近，香港社會嘅心理就越複雜。富豪喺度退路，精英喺度搞身份，中產喺度換外匯，普通市民就喺新聞同傳言之中焦慮不安。所以回歸前嘅香港點解咁混亂？因為佢企喺權力交接、歷史轉折嘅邊緣，舊殖民體系唔甘心退場，新秩序又未完全建立，資本想保住利益，政治勢力想留低影響，犯罪集團趁亂謀利，普通市民就夾喺時代洪流之中焦慮等待。呢個就係90年代香港最真實嘅一面。4. 回歸後嘅香港，好多人今日月頭睇返香港回歸，可能只係記得嗰個莊嚴嘅交接儀式，但喺背後，香港嘅回歸行過咗一條漫長而艱難嘅道路。英國人喺離開之前，並冇真正幫香港掃清障礙，反面係留低咗好多問題，政治上嘅對立、社會上嘅焦慮、治安上嘅混亂、經濟上嘅不確定，仲有殖民體系殘留落嚟嘅深層影響。回歸前嘅香港就好似一隻即將完成交接嘅大船，外表仍然燈火通明，內部卻一早已經暗流洶湧。但呢啲問題都隨住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而開始改變。回歸之後，標誌住香港8年殖民統治嘅終結，亦都開啟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新時代。回歸初期，香港社會面臨住前所未有嘅調整壓力。過去長期依賴英國制度嘅行政、司法、經濟同社會秩序，都需要逐步融入以中國主權為核心嘅新體系之中。特區政府成立後，最緊迫嘅任務之一係建立符合基本法嘅行政同立法架構，包括重新選舉特首、組建政府班底，以及確保社會、經濟、法律體系喺回歸初期可以平穩運作，避免因過度唔穩而產生系統性風險。喺經濟層面，香港喺回歸後繼續保持佢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雖然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風暴曾經對香港經濟造成衝擊，但由於國家及時提供政策同金融支持，香港經濟嘅穩定性得到咗有效保障。香港作為開放嘅市場經濟體，金融體系同資本流動自由度高，佢嘅股市、銀行體系同貨幣政策喺回歸後逐步同國家宏觀政策協調，既保持咗原有嘅國際運作機制，亦都融入咗國家戰略需要。呢種制度同政策嘅銜接，令香港喺金融、貿易同航運等關鍵領域保持全球競爭力，保障咗商業活動嘅連續性同投資者信心。社會治理方面，回歸後特區政府針對90年代遺留嘅社會問題進行咗系統化處理，包括對悍匪同黑幫勢力嘅打擊、公共安全體系嘅完善以及基層行政服務嘅規範化。此前90年代嘅犯罪高發背後同權力交接期嘅管治鬆動密切相關，而回歸後特區政府依法加強執法同司法權威，令街頭暴力、綁架、勒索等嚴重犯罪案件顯著減少，公眾安全感逐步恢復。同時，回歸亦都推動咗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政策嘅調整，令社會資源分配更加透明同可持續。呢個喺一定程度上緩解咗貧富懸殊帶嚟嘅社會緊張情緒。文化同身份認同方面，回歸後香港喺保持原有多元文化同國際開放特色嘅同時，亦都強化咗對中華文化同國家認同嘅教育與傳播。學校課程、公共文化活動、傳媒宣傳等方面都體現咗國家統一同香港特色嘅結合。透過長期嘅政策同社會實踐，
香港市民喺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同價值觀嘅同時，逐漸形成對中國整體發展同國家治理嘅理解與認同。呢種文化政策嘅實施，亦都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同國際交流提供咗認同基礎同社會共識。與此同時，香港同內地嘅經濟聯繫進一步深化。隨住內地改革開放同經濟騰飛，香港喺貿易、金融、物流同服務業方面，同珠三角及全國市場嘅聯繫日益緊密。內地市場唔單止為香港提供咗巨大嘅消費同投資空間，亦都喺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形成互補關係，令香港逐步由單純依賴西方體系嘅轉口港，發展為連接中國內地同世界嘅重要橋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嘅推進，更係將香港嘅區域功能同國家發展戰略緊密結合，確保佢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同創新中心嘅地位喺長期內保持競爭力。回歸後，香港社會喺制度同秩序上逐漸穩定，但深層矛盾並未完全消失。住房壓力、產業結構單一、青年發展空間不足、社會階層固化等問題仍然存在，並持續考驗特區政府嘅管治能力。同時，全球經濟環境同國際局勢嘅變化，亦都為香港發展帶嚟外部挑戰。然而，回歸賦予咗香港更多自主權，解決問題嘅鎖匙掌握喺本地手中。呢個意味住香港可以喺保持國際化同開放性嘅基礎上，透過內部政策調整，去應對長期社會同經濟問題。總括嚟睇，1997年回歸唔單止結束咗香港嘅殖民歷史，亦都為香港建立咗以國家主權為核心，兼顧本地自治嘅管治模式。回歸後嘅社會秩序逐步穩定，經濟體系保持活力，公共安全同社會治理得到改善，同時文化認同同埋與內地嘅聯繫逐步加強。呢一系列發展表明，儘管回歸前嘅香港經歷咗複雜嘅政治博弈、社會焦慮同治安問題，但回歸後香港有咗更穩固嘅制度基礎同更明確嘅發展方向，為佢嘅長期繁榮同國際地位嘅鞏固提供咗制度保障同歷史機遇。結語，我哋今日講回歸前香港有幾亂，唔係為咗簡單咁渲染嗰個年代嘅黑暗，而係想說明一個事實：香港嘅回歸來之不易，以後香港嘅發展仍然會面對好多挑戰，亦都仍然會有矛盾同問題，但至少由回歸嗰一日開始，解決香港問題嘅鎖匙重新返到中國人自己手裏，唔再任由外國隨意擺布。呢期我哋就講到呢度，大家睇完可以喺留言區度分享你嘅想法。你覺得90年代香港最深嘅混亂，到底係經濟焦慮、政治暗流，定係犯罪勢力作祟呢？下期越講越有古，我哋再一齊穿透歷史，睇下背後更多嘅暗線。